上近100朵桐花姿态各异，是徐连兵自豪的本事，只花了别人1半不到的工时就完成。这个是一般外面也可以做，好，就是说它100朵桐花，99朵桐花，慢慢的去一朵一朵的去处理。但是这个就是说，他们处理可能要花几天的时间，但是我们的技法可以在1天内完成，甚至半天就完成了。所谓的技法是善用电脑科技。徐连兵10几年前透过电脑把图像拓印陶器上，发现质感不输手作。名字大家都会，但是这个旁边的图腾，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做不一样，这就是我们优势的地方。我们愿意去用这种技法去做人家不愿意做的工。提高制作效率的拓印技法，徐连兵坚持不能拍摄、不公开，因为这是他的生存武器。可以比别人快一点交出成品，就容易接到大量的订单，在百家争鸣的陶艺世界里拥有竞争力。这个东西如果是在我手上，我一天只能刻几十个，我要用哪一种方式，一天可以刻几百个。想印在陶瓷上头的图案，也标榜来者不拒，什么都可以，姓名、经文、图腾、书法或画作，留住原创生命。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客制化的订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又有毛笔字，还有韩文的，对，这也没问题吗？冇問題，唔是少。冇問題，唔是少，问题不大，别担心。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，徐连兵让陶器有自己的个性，还有纪念价值。我的目前的走向是把它一定要让它融入生活，可以跑的前提之下，很短的时间把这个货交出去。掌控变数就有可能成为竞争优势。我们看到了一位陶艺工作者成功的在原有技术上找到新的突破点。冇乜嘅問題，唔是少。冇乜嘅問題，唔是少。